路加福音釋經靈修第7集，平凡女孩的不平凡回應。經文路加福音1章37節，因為出於神嘅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瑪利亞原本只係一個好平凡、籍籍無名嘅鄉村女孩，佢住嘅鄉村叫拿撒勒，當時拿撒勒嘅人口大概只有幾百人。舊約聖經裏邊甚至冇提過呢個地方。瑪利亞唔單止出身平凡，當時佢年紀仲好細。經文提到佢許配俾約瑟，呢個字原文係訂婚嘅意思。喺嗰個時代，猶太女性通常喺12至16歲之間訂婚，所以瑪利亞當時可能只係得16歲。喺路加福音第1章，天使加百列分別向撒迦利亞同埋瑪利亞顯現。路加刻意強調瑪利亞嘅孩子同埋撒迦利亞嘅孩子喺等級上有巨大嘅差異。耶穌係至高神嘅兒子，至高者係舊約對神嘅尊稱，佢將會實現神對大衛嘅應許，就係成為嗰位永遠掌權嘅君王。加百列呢段說話對一個10幾歲嘅鄉村女仔嚟講已經十分震撼，但更加令人難以置信嘅就係天使話聖靈要降臨喺你身上，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天使嘅意思就係瑪利亞，你能夠懷孕，完全係聖靈嘅大能，係神親自嘅工作。成為彌賽亞嘅母親，以及靠聖靈嘅能力懷孕，呢兩個難以置信嘅事，瑪利亞有冇去相信？答案係肯定嘅。喺38節，瑪利亞講咗一句感動歷代信徒嘅說話。瑪利亞話：我係主嘅使女，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雖然瑪利亞未必完全明白神嘅計劃，佢都未必知道聖靈係點樣令佢感孕，但佢依然謙卑咁表示自己係神嘅使女。呢個代表咗佢願意信服，被神使用，佢選擇完全配合神嘅旨意。瑪利亞最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就係佢嘅信心。喺唔完全明白嘅情況下，佢依然信服神嘅吩咐，相信神能夠將唔可能嘅成為可能。瑪利亞喺佢最平凡、最冇人認識嘅時候，活出一個不平凡嘅生命。神冇揀選當時耶路撒冷嘅名門望族，卻係揀選咗呢個喺拿撒勒出生、平凡而且年輕嘅女孩。呢個話俾我哋知，神使用嘅人唔在於背景，而係在於嗰顆願意信服嘅心。今日神都同樣喺度尋找嗰啲願意同佢講，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喺我身上嘅平凡人。瑪利亞嘅經驗係獨特嘅，日後都唔會有同樣嘅事情發生。但佢嘅經歷係讓我哋知道，每一個平凡人都能夠被神去揀選，去活出嗰個唔平凡嘅人生。神喺我哋身上嘅計劃係好奇妙嘅。或許我哋此刻未能夠明白神喺我哋生命中嘅種種工作，但唔明白嘅時刻，依然選擇咁緊握神嘅應許，相信出於神嘅話係沒有一句不帶能力嘅。神能夠將唔可能嘅都變為可能，就讓神蹟喺我哋呢啲平凡人身上發生。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求你賜我哋嗰個單純嘅信心，讓我哋喺睇唔清前路嘅時候，甚至覺得冇可能嘅時候，依然緊握你嘅應許。奉耶穌名祈禱，阿門。